中华大村有一间真出名的店，专门咧做传统的大饼，因为俗搁好食，生意有够好，尤其是假日门口停几排的车，搁有人违规停车，搁有人停伫咧斑马线，搁有人挡伫咧巷仔口。民众塞车想要挖入去巷仔，是为青灯等到红灯，搁为红灯等到青灯，违规的车无爱走就是无爱走，硬要等甲买到大饼才要离开。警方讲，安尼已经违规，会当罚款。民众塞车路口倒青灯，准备要正过，未去到巷仔内底，却叫停伫咧我家己迄台黑色轿车走咧。黑色轿车毋若停伫咧我家己红线，佮停伫咧斑马线顶，甲巷仔口挡掉咧，敢若是为着要买我家己这间店的大饼。民众看到塞车越过，对方无感觉挡着路，佮继续插伫咧遐，互民众为青灯等到红灯，佮为红灯等到青灯，非常无奈。我买黑灯车，那我走，定定有吧？定定有啦哈。现在大家都超方便。那你会扒他吗？会啊。这台轿车的停车方式引起争议，因为挡到巷仔口已经影响交通。若伊规定的地点就是中华大村当地真有名的大饼店。平常时人客就侪，生意做甲真佳雅。除了卖传统的红豆仔大饼，还有卖旧零碎的口味、起司口味的，旁广告的水煎包马虎，甜的咸的，卖爱啥豆腐啥。这间很好吃，我从10几年有了吧。旧的那边我就过来买。就是因为老店的名声真好，搬过一摆厝，人客嘛跟对条条。不过新的店就伫咧我家所在，买饼的人客非常方便，临时停伫咧红线顶，才会去挡到出入口。我们也会跟客人说啦，客人有时候就也是不会，他们买一下就走了，他们就不鸟你。为着买饼，人客违停的事件，再甲互店家嘛采白影，劝大家莫停伫咧红线，嘛莫亲像安尼挡到出入口。警察看到影像，认定违规，卖开单件处罚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